唔少嘅女士都會有經痛嘅煩惱，中醫認為成因各有不同，可能同大家嘅精神狀態、飲食同埋睡眠嘅習慣有關。所有病都有過程，中意食生冷嘢嘅就會增加寒濕凝滯，再加上唔夠瞓，影響經血流動，都會造成經痛。如果係月經後先痛，小腹隱隱痛，按壓同埋熱敷都會舒緩啲嘅。如果經血嘅顏色偏淡，多數係虛症，係氣血不足、肝腎虧損。所謂不榮則痛。相反，如果月經之前就痛，就唔中意按壓，血塊多、色水濃，多數係實症，係氣滯血瘀，不通則痛。經痛係一個警號，長期唔理，無論係虛症或者實症，都可能發展成為複雜嘅婦科問題，例如子宮肌瘤、子宮腺肌症、子宮內膜移位症同不孕症。最穩陣嘅方法係及早揾專業嘅中醫師診斷，從根本調理，真正告別經痛。